弟姊妹們，自家啲共同內心，自家唔係人容易。內心嚟定人格嘅人意，自家定佢也係唔係人容易。入內心嚟定自家出門，譬如自家定自家冇看人，定佢打扮哩哩計計，也係唔係人容易。內心對攏眾兄弟姊妹每個心中理壓，也唔係人容易。但係我嘅見節告白自家。除了個歌羅西33節樣講到，你愛內心對於攏眾人嘅講，愛原諒攏眾人，唔好變優秀，所以呢個心中嘅啲一樣像上帝樣人原諒了自家，自家愛樣做出去，那上帝原諒了自家。自家得到嘅原諒，當然自家係原諒人類啦，自家係內心對攏眾人類啦，因為咗上帝要入內心本自家悔改，上帝要入原諒嘅心對攏眾自家mang得信，自家mang得到原諒之時，佢就做了原諒俾自家，萬人相信嘅啥，得到上帝嘅原諒，得到上帝嘅原諒，自家能夠原諒每一人，咪自家痛苦。每一人咪自家壓，自家係原諒攏眾人類，因為到上帝都原諒了自家。歌羅西34節告白自家，你愛係原諒人，愛係內心，就係讓人攏眾一切，你都係愛要着愛，愛正係拍自家去強合一下原諒，合一下平安，合一下。要和平甲攏眾兄弟姊妹，切係用到愛嚟去控制嘅。人類要就愛嚟去控制，攏眾用愛嚟去行，攏眾用愛嚟去對付。自家係內心，自家係原諒人，冇就愛，自家唔係原諒人。所以上帝嘅愛安排，佢就係原諒攏眾世間裏嘅人類嘅罪、人類嘅錯，佢原諒到超。佢做了乜自家兄弟姊妹係要相信上帝。自家得到上帝嘅原諒，得到上帝嘅愛，自家能夠發出呢愛對攏眾人類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